2025年的世界大学运动会，这个月16特别伫德国举办哦。这届咱台湾计共派出190来个选手去比赛。7月12开始哦，选手就陆续出发。行政院长杜英泰今仔早起嘛去做赢国训中心鼓励选手。田径队金牌！世大运电竞选手排几排，大声发出要摕金牌决心。这摆世大运，台湾拢总派出196位选手，其中电竞队有26位。总教练讲，选手的状况拢调整甲袂歹，尤其跳远选手林玉彤，才有机会会当摕金牌。韩国的亚锦赛，跳过7公尺20，也拿到银牌。这个成绩8公尺20，这个成绩在4大运会以上一届的金牌成绩参考，他这个成绩可以拿到冠军的。所以目前林义堂应该是比较夺金的热门。无论是跳远也是接力，选手一个展示因调整后的备战状况。行政院长杜英泰测试嘛来到组行的国训中心替选手加油。除了勉励选手以安全健康为大先，争取好成绩以外，也讲到运动部9月就要成立，未来选手用心拼，国家会做好后勤工作。你们回来之后，国家的运动部会成立，我们再一起把国家的体育运动的水准再把它提升。让我们的训练环境、生活照顾、参加国际竞技的机会都能够提升。2025的世大运16起要伫德国举办，对12开始选手会线线出发。杜英泰也吩咐选手，无论是食食也是训练比赛方面有拄到任何问题，拢会当即时来反映，期待大家会当有好成绩，再次互国际看到台湾。记者柯亚如、邱朝阳、郭永昌报道。